台语散文母语的传承，作者高家辉。我感觉，若是要教母语，爱有传统母语的心是较要紧的。假使无安尼的心，教台语也是国族语，真正是做风看，只是表面的，毋是真正为台语好的。要伫学校教册，老师的人网语能力是足重要的代志，因为无好的能力是要安怎训练学生教写母语。而且母语内底有咱祖先的资产，包括台湾历史、地理、文化等等。即摆除了国校，明年开始要伫国中甲高中开母语课，遐个老师敢有充足的能力通好教母语，咱来毋惊学习，甲家己的底志拍好在，确实对学生负责任的态度。我认为台语老师拢爱有会当训练学生写母语的能力才对，因为就是爱有人写，才有搁较侪人看，才会使做到甲母语传承落去。所以，我想讲要甲大家写即篇文章透透一下，这嘛是爱靠大家的拍拼，才有法度开阔家己对母语的眼界。多谢大家，大家再会。